火燭啊！點解得咁少水嘅？原來未敲碎火警鐘玻璃啊！記住用消防喉救火，第一步要先敲碎火警鐘玻璃。當警鐘響起，通知大家逃生嘅同時，消防水泵就會啟動，令消防喉有足夠水壓用嚟救火。第二步，扭開來水掣，跟住敲碎射嘴盒嘅玻璃，拉出消防喉，再開啟射嘴掣，將水射向火源底部。記得唔好因為用消防喉而延誤逃生啊！提提大家，消防喉轆只可以用嚟救火，非法攞水係會被罰款㗎。另外，防火門可以防止濃煙蔓延，所以要保持關閉啊！保障自己同家人嘅安全，記得要正確使用消防喉轆同埋愛護消防設施啦。